这块黑幕。用信心，用信心面对痛苦，这疾病必然恢复。不同的是，你有耶稣。因为你有耶稣，他爱你的全部，他一定会为你保守，为你保守看顾。因为你有耶稣，他爱你的全部，引领你前面的人生路。因为你有耶稣，他爱你的全部，他一定会为你保守，为你保守看顾。因为你有耶稣，他爱你的全部，引领你前面的人生路。对。那个变奏可能要再快一点点。好，OK。
好，那我们一起来开始第二堂的华语礼拜，我们一起起立敬拜。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一起唱哈利路亚。前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一起唱哈利路亚。听见你温柔声音，挪去我所有恐惧，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敞开我心。邀请大家一起和我唱。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却亲眼见你，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一生只为你，在我身旁没离开过，不定守候着我，主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或许我风闻有你，主感谢你，让我们如今亲眼的见到你。主，我们将我们的一生单单的交到你手中，不再依靠，我们要
大声的说出，主，我们一生只为你而活，只为你，在我身旁，没离开过，不离守候着我，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你无尽的爱拯救我，生命的出手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你是全所有，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你牺牲的爱拯救我，让你和诉说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你是全所有。主，你是我们全部，你是我们的所有。主，我们感谢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你耶稣作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有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不怕，我们不恐惧，我们有真真实实真切的神为我们的主宰。不要怕，你有耶稣，就算现在乌云密布，他必会掀开这块黑布。你不用怕，我们用信心来面对，有主加添的信心给我们。不管是什么疾病，心理的疾病，身体的疾病，不同的是我们有耶稣，是你有耶稣，因为你有耶稣，他爱你的全部，他一定会给你保守看顾，因为你有耶稣，他爱你的全部，引领你前面的人生路。主，我们不害怕，主，你引领我们未来的道路，在未来有一片光明的道路，神赐给我们。我们不害怕，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大声的宣告：主，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不要怕，你有耶稣，就算现在乌云密布，他必会掀开这块黑布。
人生路。主，感谢有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引领我们未来的道路。主，你听我们的呼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谁，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全能的上帝，我们软弱时你加力量，等候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得力。感谢主，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不离弃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礼拜之中有神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恩典满满的在今天的聚会之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我们一起来攻读，用新的诫命来攻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与慈爱，赐下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流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主的救恩，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的心对你充满无限的感恩。有时候我们会对你的信心不足，或者是小信的时候，你总是总是一次一次试探你的慈爱和信实。但你并没有放弃我们，你仍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会失去对主的爱、信心和盼望。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一开始对你的信心，不会因为环境、生活、感情、课业，或是职场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就失去了对主的信心。求主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对主你的信心都不会改变。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每一天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做我们生活中的主，每时每刻，大事小事一切的主宰。主啊，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你，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力量、喜乐和平安。求你帮助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不摇动、不怀疑。因为唯有凭着信依靠你，我们才能站立得住。主啊，这时我们把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主导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来看一下，我们持续为我们教会的一些肢体。还有在调养中的，我们来持续为他们代祷。然后我们来看教会消息。我们9月9号下午4点要举办中秋烤肉，那大家麻烦在8月21号前来
登记报名，可是我们也会因为疫情的情况来做调整。如果疫情比较严重升温的话，我们可能会临时取消活动。好，团契消息来看一下，下周20跟21号6日是我们青少系夏令营，定点在教会还有动物园。好，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奉献明细，剩下大家就自己看。那如果奉献明细有错误的话，大家向我们的会计来更改。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一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经上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向谁发怒40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尸在旷野的人吗？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讲到今天牧师为我们分享的是在基督里站立。大家平安。我想最近的中国军演很吸引大家的目光。那这一次的中国军演呢，其实跟过往的规模来看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么很近距离又很频繁的对峙当中，考验着双方身心灵的强度。如果顶得住这个压力，就可以做正确的选择跟操作。那如果顶不住压力呢，就可能会怎么样？擦枪走火哈。那机械的操作技术是一回事啦，但是身心灵的力量往往也是决定胜败的一个关键。我们从过去这几个月来所读的读经进度，从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这些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主后第1世纪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民主政权可以保障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也没有很成熟的教会制度，能够让教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架构下来发展。他们甚至没有办法有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也没有可以随叫随到的牧师来问一些有关真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1世纪的初代教会是处在一个充满紧张、敌意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就像台湾一直以来所面对的威胁，中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要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在这种长期对峙的情况下，到底是统一独立，还是要维持现状？其实这样子的议题，就连我们同样都属于基督教会的整个全台湾的教会都众说纷纭啊。基督徒自己也是众说纷纭，到底谁对圣经的诠释才是正确的？到底谁说的才真正可以相信？有人就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事情上去争论，争个面红耳赤，争个谁对谁错。殊不知，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并不是谁说了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第1世纪的那个大环境当中，一直被有心人士扭曲。就是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跟敌基督，上帝的道就好像被雾霾遮蔽的天空啊，看不清楚，看得无法看得清澈。在充满似是而非跟压迫的环境里，许多信徒就开始不断的回想啊，他们当初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悠游自在、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会被社会其他人看作是一个就是异类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好像我们前几天中元节，大家都在普渡拜拜，对不对？公司行号啊，你们有在工作的，当同事都在普渡拜拜的时候啊，基督徒就站在旁边，或者是就直接还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也不跟，就是大家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奇怪啊？大家都在拜，你不拜，好，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就会被人家看成是异类这样子。好，所以呢，那在第1世纪的那个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环境更加的复杂，所以呢，有些基督徒觉得很累啦，这个信仰让他们觉得真的是，其实真的也蛮累的，想要放弃。就节庆的时候被人家当作异类嘛，每个礼拜，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还要来做礼拜，前一天玩得很累，今天我还是要来做礼拜，或者是2天的假期出去呢，中间要卡一个做礼拜的时间呢，这样子怎么麻烦啊？基督徒怎么这么麻烦？好，就是我们会面对的很多这种压力啦，这种无形的压力这样子。所以当时有些基督徒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有点想要放弃这个信仰。因此，那些在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像保罗啊、彼得啊这些使徒，他们就不断的呼吁众教会怎么样呢？千万不能放弃，这个信仰是多么的宝贵，是耶稣基督的牺牲，他在十字架的牺牲，才救赎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这样轻易的就给他放弃，总要将起初那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今天的经文我们提到很熟悉的摩西。那群跟着摩西从埃及逃出来，却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之所以被上帝遗弃在旷野，就是因为他们始终都印着景象，他们相信的一直是他们手上可以拿得到的，或者吃得到的，或者是看得到的。当上帝透过摩西，我们都知道，当上帝透过摩西带给埃及10个灾害嘛，什么蛙灾啊，一些东西的10个灾害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全能，觉得哇，这个上帝，这个神真的是太神了，好神哦，怎么这么厉害？他们就非常有信心的要跟着摩西一起出埃及。可是呢，当他们跟着摩西一路走到红海的前面，哇，红海怎么办？后面就有埃及的追兵，这下惨了。就这么一下子一转眼，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又失落了。之前才信心满满，可是呢，马上不多久，他们这个信心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之后呢，上帝带他们过红海，进入旷野，他们吃到了从天降下来的玛纳，也不用他们去赚钱，也不用他们去耕作，他们就可以平白无故的吃到玛纳，可以喂饱肚子。好。然后呢，哇，感谢上帝，你真是信实的上帝，你真是养育我们的上帝。但是呢，才吃完，然后一转眼，哇，那个旷野寸草不生啊，就热得要死。现在都说旷野了，台湾就很热，对不对？你们刚刚来教会的路上应该蛮热的。如果没有个遮阴的，就让你在那边就是烈日当空这样子。看到这种天气如果是要我们走路，从你们家走路来教会，路程当中又没有遮阴，我看大概很多人就算了，我不要来教会了，我在家里做线上礼拜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好，所以当他们才刚感谢上帝的赏赐，又看到旷野这样子的无情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又那个信心马上就缩水，他们总是。为自己的需要担心受怕，他们总是看自己的难处更多过看上帝的恩典。这样的人真的无法进入上帝同在的安息。今天的经文12节跟19节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上帝。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旷野在哪里？我们的旷野在哪里？过去在2次大战后的台湾，也就是1945年，大约是1945年到1960年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祖父母这一辈、阿公阿嬷的这一辈，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呢，其实真的都很苦啦，能够好好吃顿饭就不错了。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谦卑仰望上帝从天降下玛纳，来得到饱足。然后呢，到了战后婴儿潮这一批，就是我们可以算是你们的父母，现在父母这一辈，就大概从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时候，
经历那个热钱不断涌进台湾，台币对美元的汇率应该说美元对台币的汇率从1:40哦，曾经有过1:40哦，一路攀升到1美元兑25块台币，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玛纳多到捡不完呐、那个时代的玛纳真是多到捡不完，有人就开始拼命的捡，捡超过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当这个贪婪的心越来越大，越养越大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连自己的生命就都一起腐烂在旷野里面。就是我得着了生命，却丧失了。我虽然得着了那物质的享受，但是我却丧失了我的生命。这样。然后90年代之后，进入到21世纪，也就是各位的这个世代，整个社会很快的就有少数拥有庞大资源的人所宰制。在这个到处都是机会，却好像又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这个旷野里面，少数坐拥资源的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上帝啊，他们自以为可以取代上帝，然后呢，做分配资源的这档事。那少数呢？那其他的人呢？其他大多数的人就等着那些拥有分配权来分配嘛。这些人大部分的人就在残酷的旷野当中开始展开肉搏战。有些人就失去了当初我们每一个人被造所拥有的那一个上帝的形象，变得怎么样？变得残酷、冷漠，见不得别人好，然后就耍手段，在别人的背后捅刀。更有些人因为总是抢不过别人，有些人就是手脚比较好，抢不过别人，就看什么都不顺眼，甘心被人利用，就尽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反正我也没什么好输的，我就是这么差了，最差就是这样的，那就玉石俱焚嘛，对不对？我不好，我也不要你们好。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每天就是在这样龙蛇混杂的旷野中求生存。照理说，当我们是位居高位、拥有资源的人，我们不能也不该认为自己可以取代上帝。我们仍然要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要确信自己不过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当我们劳碌一整天毫无所获，或者是被别人捅到的时候，也要对公义的上帝充满信心。问题在于，在这场生存游戏的背后，我们是否只看重在那个当下我们得到了什么，还是失去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是那个永恒的？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在那永恒的未来当中我们所得到的奖赏？当我们在拼命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埋头苦干的想要争取高位、赚大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像那些捡玛纳捡的太多的以色列人，毫无警觉的就走进了捕鸟人的网罗？那个捕鸟的人，他就会有个陷阱嘛，会有个陷阱，然后就有一些食物，就好像我们前一阵子教会1楼不是有老鼠吗？为了抓老鼠，你就要放诱饵嘛。好啊，那些贪婪的人捡玛纳捡过头的人，就会看到诱饵就想：哦，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啊！这是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恩典。殊不知，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自己的欲望里面打转，然后呢，就一步的走进那个陷阱里面去了，就走进那个陷阱里了，毫无警觉的就走进去了，自以为是上帝给的恩典跟机会。当我们盲目的在追求眼前的利益，满足自己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因为这个祝福太实际了，看得到、摸得到、吃得到，非常的实际，以至于我们就不断的一直在捡那些诱饵，在捡诱饵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像那个像那个什么仓鼠在那个老鼠笼里一直转，一直跑不停，然后呢，就让自己就无法安静，无法休息，就失去了与上帝同在的安息。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12节到14节，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上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就在基督里有份。在这个末世，我们称末世就是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一直到最后基督再来审判的这一长段的时间，都叫做末世。到如今已经2022年了，我们还不晓得后面还有到2030年吗？还是到2300年？好，甚至于这样那么远，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何时再来。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末世里面，我们要更加谨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在各种不堪的境况中，我们要更加坚定自己所信的。我们继续来看摩西，因为今天的经文有谈到摩西。熟悉以色列人在旷野历史的基督徒都知道，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顽梗悖逆，始终无法真正相信上帝。他们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们只相信他们能够掌握得到的东西。摩西就这样子，天天听他们埋怨、争吵，然后呢，就连摩西的手足，他的哥哥姐姐亚伦、米利暗，也没办法完全支持他。有一天，摩西实在是受不住了，发了个大脾气，气死了，真的气死了。好，发个大脾气，就这样，发生什么事？上帝就这样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能真的是会为摩西抱不平啊！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难道我们在工作上碰到了不如意、碰到委屈，只能苦水往肚子里吞吗？难道我们在尽心尽性服侍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跟体谅，也不能找个人来倒垃圾吗？可以吗？可不可以？怎么听到了摩西的结局，大家好像不太肯定。当我们在工作上碰到委屈，我们不能埋怨一下吗？服侍的时候，我明明就尽心服侍，还要被人家嫌弃，还被人家嫌东嫌西的，不能找人倒个垃圾吐个苦水吗？可以吗？可以啦好。其实这个重点并不在于我们那个当下我们的反应跟情绪啊，重点是在经历愤怒跟委屈之后，我们要如何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所相信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相信、我们所要抓住的是自己的得失，还是要抓住上帝？我们是要选择抗拒上帝让我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安排，还是要就是我们要抗拒，然后呢继续纠结，继续陷落在那个负面的情绪，还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选择相信上帝，愿意调整自己，跟随他，并且继续的忠心的继续的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而不是说倒霉我就这样子，然后好我不做了，这个服事我不做了，或者是我教会我就不来了等等。我们是要做什么选择？即使上帝已经落下狠话，不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来看摩西他是怎么做选择的。摩西他依然选择继续跟随上帝。或许在事情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摩西他对那些以色列人成天埋怨的以色列人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性。或许他对上帝的惩罚也感到相当的无奈，很错愕。奈安呢？我们都知道摩西的丰功伟业啊，对不对？摩西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不只是一件事，好多件事情。但是摩西绝对不会把过去那些成就拿来向上帝情绪勒索啊！摩西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向上帝情绪勒索。摩西在他那个愤怒又委屈的那个当下，在那个他满足自己的情绪，他想要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又失去进入应许地的那个当下，他察觉到他的心跟上帝产生了距离感。就在那一刻，相较他眼前他失去的，他更看重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
在那个当下，摩西马上就把自己的心转向上帝，继续他的使命。也因着他的忠心跟信心，在摩西剩余的岁月里，依然能够与主同行，依然能够享受有主同在的安息。就在摩西临终前，在生命记的最后，上帝带他上到一座山的山顶，鸟瞰整个迦南地。我们也在四福音书看到，在耶稣登山变貌的时候，谁跟耶稣站在一起？摩西啊！我们见证了，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见证了摩西跟圣子耶稣在永恒里站在一起。从摩西的一生，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能在这个信仰上坚持下去，跟那一些以色列人无法坚持，这差距有多大？弟兄姐妹，在这个人性充满扭曲的末世，我们真的很需要上帝，需要常常在他的里面获得安息，重新得力。感谢主，在建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团契生活，因为在团契生活里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当我们像摩西那样碰到那种倒霉的事情、愤怒的事情、委屈的事情到爆冲的时候，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互相劝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复活的基督是我们在落难时的盼望，即使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被世界打趴了，也仍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的得胜不只是在跟主再重新恢复关系的得胜，更是在永恒里面的得胜。我想在座有些人线上，然后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等的，甚至于家人，有许多人还不认识耶稣。这个信仰到底能够带给我什么好处？基督教这个信仰到底能带给我什么好处？可能是很多未信者在心中常有的疑问啊。我想我们最近都有也不是最近了，就是一直以来啦哈，一直以来都有坊间都有一些算命、卜卦、看星象，什么星座啊、运势啊，怎样比如说牧师水瓶座啊，水瓶座的一周运势啊如何啊就算没有这种星座的运势，还有像以前牧师也是拜拜的嘛，我们以前都会看黄历，我们的生肖，比如说牧师属猴的，属猴今年的运势如何如何，这一天的运势如何如何。有些人甚至迷信到那个黄历上面讲说，今天不宜往北，哇，今天我就不能往北方走，就是会到这种程度啦哈。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做什么？包括我们说前2天的中原普渡，为的是什么？就希望趋吉避凶嘛。其实一般坊间的信仰就是为了要趋吉避凶嘛。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来看也是一样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也常常用祷告，主啊，你保守我平安，主啊，你保守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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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之类的。问题来了，那这样子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人有什么差别啊？基督信仰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差别，那我干嘛这么辛苦啊？每个礼拜天要来这边做礼拜。牧师讲一个例子，那个我们上个月，牧师不是回金门探亲嘛？回金门探亲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因为有一些表哥，慈爱的表哥他们大概跟子瑜都差不多大了啦因为慈爱都是比较晚才生的。好，他的表哥呢，在小金门，我们的家乡那边他们有经营一个类似体验游戏的这样子的一个不能讲公司啦，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就是带大家去做体验游戏就对了。好，那有一天下午呢，那个表哥呢就安排慈爱有2场体验游戏，第一场体验游戏是2点到3点半。这个体验游戏呢，就是每人都有一个那个枪啊，就是互相对峙的这样子枪战的游戏，类似枪战的游戏。
好，那第二场体验游戏呢是4点半到6点是立桨，好立桨的游戏这样子。所以2场游戏中间呢，大概有1个小时的差距。在第一场枪战对峙游戏结束之后呢，3点半左右，阴错阳差，子爱就被丢包在那边。因为他表哥是经营的人要带队啊什么什么的，因为那天人就是观光客很多啦，所以子爱就是插花跟着玩的这样子。好，那因为表哥在忙碌招呼带那些观光客在玩的就玩结束了嘛，好要收尾干嘛的，反正子爱呢就被丢包在那边。那子爱为什么会被丢包在那边呢？因为他表哥以为我跟义杰牧师去接他回家了，因为他在忙的过程当中，好像怎么子爱没看到子爱啊？那子爱可能是跟着舅舅舅妈回家了这样子，所以他就继续忙他的，因为他还有下一拖，好4点半立桨的那个要忙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子爱他就一个人留在营区，而且他什么都没有带哦。因为在他要去玩这个体验游戏之前，我就说那个地方热得要命，然后呢，你手机就不要带在身上了，好，然后因为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能手机真的没办法带在身上啊，你就只能放在包包放在旁边这样子而已，好，然后就是我说你就带水就好了，需要喝水补充水，所以他一个人被丢包在那边，就是身上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罐水可能也喝得快光了这样，没有人知道他被丢在那边，好。然后这是后续问他的了，他就开始找，他想自己试图找路回家。可是乡下的道路如果你们有去过乡间小路，就知道哪一条路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走过来也都是就是田啊，走过去这树看起来长得也都一样啊，没什么差，所以他就一直在找回家的路找不到，走，好像不太对劲，然后又回头又继续走另外的。岔路又说，反正他就是那个小时，他就一直在那边找路回家，找不到这样子。好，在子爱被丢包的那1个小时啊，两边的人，他表哥以为在我们这边嘛，那我们当然想说，我们理所当然认为他就是跟着表哥啊，好，两边的人都以为他在对方那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3番2次有提醒我，有一个意念，有个声音。其实就在他们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来提醒我说：“你要确定一下子爱是不是有跟着表哥回到比如说他们的营本部这样子，有没有回去那边？”可是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表哥其实都蛮负责任的应该我就相信年轻人嘛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就忽略了。好，然后又过了几分钟，不晓得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说：“你还是确定一下子爱在哪里好了，打个电话嘛，还怎么样的？”可是因为营本部其实大家都在忙，营本部应该算是一个冰果室这样，大家都很忙，这样想说，这么忙去打扰人家，应该没问题吧？好，我就忽略了，就是这样子3番2次，上帝不断透过圣灵提醒我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4点半1个小时之后，不是第2场体验游戏要开始了吗？然后那个表哥就打电话到家里来说。舅妈，那个子爱要赶快带他来参加第2场体验活动啦，这样子。子爱不是在你那边吗？我这下子真的是代志大条，才发现真的是完蛋了，怎么那个小时人嘞？好，怎么不见了？这样慌慌张张，真的是非常的恐惧啊！乡下没有路标，那个就是又算是蛮偏僻的，他身上什么都没有。热得要命，那个太阳热得要命，各种担心就整个这样子涌上我跟义杰牧师的心头。唯一在那个恐惧的过程当中，唯一能够带给牧师一丝丝的安慰，就是什么？就是当所有的人都遗忘他的时候，上帝仍然看顾他。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怎样，在提醒我啊。你要注意一下子爱在哪里，你要注意一下子爱现在在哪里。这个就是表示上帝仍然在看顾他，即便都被人遗忘，上帝仍然在看顾，上帝仍然在看顾。后来在大约1个小时之后，他
看到了一个亭子，凉亭，他就进去坐着，没多久就被他表哥找到了。基督信仰所以呢，基督信仰在趋吉避凶这件事情上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即使在某个当下，我们做了看似错误的选择，比如说牧师就选择忽略圣灵的感动，或者误解了上帝的心意。即使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上帝依然守护。即使我们的祷告说平安平安顺利顺利，即使没有平安没有顺利，在那个当下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突发状况，即使我们的祷告无法让我们趋吉避凶，我们依然可以在基督里走一条怎么样？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另外一条路。因为上帝说，当他为我们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我们再开另外一扇窗。基督徒完全不需要趋吉避凶啊，因为不论是哪一条路，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论这条路是好路还是歹路，只要我们持续在耶稣基督里，就有上帝跟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在基督里站稳，就不会是死路一条。就不会是死路一条，而且呢，还可以得到胜过风暴的平静与安息。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末日，其实真的是常常会摇摆不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也常在挑战我们对这个信仰是不是够坚定。当我们在面对质疑、挑战、面对沮丧跟失落的时候，我们所该看重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那个能够在现在，不只是在现在，更在永恒里可以跟上帝一起同行的这样的盼望。这样子的盼望，就好像让慈爱得以安歇、得以被找到的那个凉亭一样。因为这样的盼望，我们能轻看所受的试炼。也因着这盼望，我们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底，并且能够进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之地。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无尽的爱》。我们无法在上帝面前掩饰自己的内心啊，但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总会帮助我们，也耐心的引领我们，让我们调整到最佳状态。听见你温柔声音，挪去我所有恐惧，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敞开我心。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却亲眼见你，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一生只为你，在我身旁没离开过，不定守候着我，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热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却亲眼见你，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一生只为你。主总在我们的身旁，在我身旁，没离开过，不
出手，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你是全所有，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你牺牲的爱拯救我，勇敢出手，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你是全所有。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爱保守我们完全。主啊，在这个旷野当中，或许我们常常被人遗忘，或许我们常常被人数落，或许我们常常被人看不起，被人轻看。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钉痕的双手，当你在十字架上被众人唾弃的时候，主，你的得胜就在那个盼望，你的得胜就在那个复活的盼望。主，如今你也将那复活的盼望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即便在被众人遗忘的这个境况当中，主啊，主啊，我们依然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身旁没离开过，你不停地在我们身旁守护着我们，守候着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你里面重新得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充满盼望，持续站立，从今时到永远。阿们。阿们。让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